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9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日秋天，台南的蛤蟆甲蚵仔嘛进入盛产期。市府农业局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的水产，并且因应中秋航卖的热潮，所以特别推荐渔会产销班的相关水产礼盒，欢迎大家伫网络预订，查核到小报。农业局会社锁定系农习馆淡关区渔会所负责由7个甲家里产销班所自产自销的蛤蟆甲青蚵仔，因为这拢是利用纯海水、无用药的生态养殖，好起来脱山以后，马上快速低温冷藏甲真空包装，被产像外关市有蛤蟆大量死亡的事件。现在生产期拄好中秋佳节，产销班嘛特别推出10台斤加20台斤的礼盒，应付市场需求。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文蛤哈跟牡蛎哈，都是我们台南市这边哈蛮重要的一个养殖的经济鱼种哈。哦，那台南市的养殖的文蛤哈，事实上品质非常的好哈，都是用这个纯海水养殖哦，那都没有用一些药。哦，那所以说在生产上品质非常的好。那今年那个中秋佳节快要到了哈，那所以说我们特别提出这些由我们南县区域会辅导的产销班所产制的这些品项哈，来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希望消费者能多帮我们购买，支持我们的这些产品。根据渔会表示，虽然目前6分地产地介绍蛤蟆一斤拢要780块，市场一斤甚至高达110、120块。不过现在透过网络栽培，不止介绍优惠，而且还有经过买顿以后伫厝内用烘的，得当伫中秋节轻松享用台南在地优质水产，也欢迎民众把机会。电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11月1号到30号是地价税开征日期，各民众相关的各项减税申请，依法规定，伫40天前都要提出。因此，提前符合资格的民众，伫9月22号进前要赶紧办理。106年地价税为11月1号到30号都要开征，市府财政税务局提前符合特别税率以及各项减免资格的民众，一定要伫9月22号进前完成申请作业。因为地价税自用主体特别税率是2/10%，基本用地税率10%以上，至少差4倍，所以符合条件的民众要把握时间申请。你要申请这个地价税的话，我们有自用住宅的话，那第一个就是要本人配偶、直系亲属要办具户籍登记户籍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的话，我们这边还有就是说它有一处的限制另外它还有面积的限制就是有300平方公尺跟700平方公尺的限制。另外就是说还没有出租营业那地上的房子要本人配偶、直系亲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规定，就是3个要件2个限制。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请各位台南市民，你只要符合这样的规定的话，麻烦你要赶快提出申请。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有减免的地方，像我们刚才讲的乡道用地或是你的骑楼用地等等，它本身的话税率是，假如说你符合规定的话是完全免税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属于特殊的情形，但是这些属于减免税这部分也是依照我们土地税减免规则相关的规定，你还是一样要在9月22号之前来提出申请为了提供多元的交汇管道，在税局第一卡通之外，为今年9月份开始，特别甲30间银行合作，推出全台首创的信用卡临柜纳税服务，让民众缴费更加轻松方便。但是文山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如今糖醋被列为市定古迹，并委外经营以后，除了开放给民众参观，要结合餐厅、艺文表演、活动场地出租等多元的方式，
来活化这项古迹，甚至佮特别设计成为适合小朋友做陶瓷的所在，互全家伙仔伫遮留下一个特别甲难忘的回忆。做陶瓷是伫幼儿出世满1岁的时阵，用来有笑囡仔未来前途发展的思想。除了伫厝内办做陶瓷的活动以外，袂少爸爸妈妈也会特别安排伫餐厅等所在做陶瓷，来留下难忘的回忆。在其中，台湾首富卢金堂的故厝，要安排一系列古早传统做陶瓷仪式，提供父母无共款的选择。我们抓周当然有经过10个场次啦，比如讲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步步高升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希望小孩子的话，长越大的时候越有成就，所以有步步高升的一个概念。还有的话，来小孩子一定爱雅节聪啦哈，聪的代表聪明的意思，聪明的意思啊，所以慢慢进来的时候，你如果说我抓周的时候，小孩子来这边抓，我抓到了应该是一个电算机的话，就晓得他以后的话就很会做生意人了，很会做生意人啊。如果我是抓到一个飞机的话，很多小孩子都喜欢抓飞机啊。抓飞机的时候，我们就预测他以后会当成一个工程师啊。所以这一些都是遵照古礼来做，而且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抓周更有意义。所以欢迎我们全国朋友都可以来这边抓周。除了提供场地以及准备仪式所需要的物品以外，业者还有专程摄影的大型服务，将珍贵的时刻记录落来，成为爸爸妈妈送予囡仔第一摆生日的一份大礼，也成为上难忘的祝福。跟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新历10档的经济舞团，从过去10档来观众上有印象的小型作品，结合时代潮流做部分修改以后，再次重新搬上舞台，希望观众对这挂经典作品会当有无共款的感受。将舞台铺满玻璃浪球，佮加上3个大型的镜面反射，这是实路径。这4个小品舞作当中，由黄文仁编舞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福根》。每一个表演一出舞剧的舞者，拢积极呈现出浮伫咧空中的感受，同时伫咧光影的照射之下，更是互整个舞台画面，真像是一幅美丽的图，也借此呈现出人伫咧活地游子，心理上无归属感的状况。我的作品叫做《福根》，那《福根》是我的旧作，那当然这个旧作虽然是旧作，但是我觉得已经85%被我重新改编过。那《福根》里面会有3片大镜子，其实是让观众有不同的视觉角度去观看这一首舞作。然后舞者的动作形式，其实《福根》啊，主要我要在讲的舞蹈内容里面，其实是我当初回来台湾的时候，跟一些年轻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彷徨过，就是我也是觉得要出国念调理才是一个正道，就是我们喜欢往国外跑。那当我自己在发表我的作品在纽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根一样。不扎实的，就是当我自己还不懂我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我竟然到国外去，好想学别人的文化，好想学别人的东西，觉得别人的东西是很好。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那我自己的根在哪里？那我自己的文化在哪里？另外，这届4个小品舞作当中，也由郑佩仪所创作的戏，伊所描写的故事。要呈现出传统的家庭概念，是不是有够稳固？是不是会当承担一切？跳过去是一些倾倒的画面，其实他是说，只是在讲说家中其实虽然是一个家，但是它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稳固，随时随地都会倒。那你倒的时候会不会有搀扶你？那就不一定，或许永远会有一只手在那边。妈妈有时候讲归讲，父母亲有时候讲归讲，该帮忙的时候还是会帮忙。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这届创作也邀请了3位音乐家，要伫咧现场进行音乐演奏，同时也有多媒体的专心设计呈现。
种子舞团将伫咧9月15号以及9月16号这2天的暗时7点半开演，欢迎大家买票进场来欣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桥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应高龄化社会，政府推动长照2.0计划。希望建立优质并加个普及的服务，实现在地照顾的环境。对此，安南病院特别组成医疗团队，清理社区，选择有防老化的知识，来响应长照2.0这项政策。根据调查，伫这防止老人失灵的方法当中，运动是上会当明显改善身体功能，并且有效预防甲延缓失智的发生。为了照顾安南地区的长辈健康，安南病院特别组成医疗团队清理社区，选择预防甲延缓老化的知识。我们配合长照2.0的 ABC 的这个活动哈，那举办的那个延缓及预防老人的失能哈这样的一个照护服务哈。那我们的活动是一共12次哈，为期3个月。那我们预计呢会服务的对象大概25个老人哈。那我们会有前后测哈，就是活动前跟活动后之后会做一个比较哈。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复健科的医师还有复健师哈，那他们一起来协助这些老人，帮他们安排一些活动哈。那让他们的那个去增强他们的肌力哈。那其实这个就是为了说让他们未来哈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照护体能上面能够有所增强这样。因为长辈无适合上过激烈运动，所以安南病院嘛伫现场教长辈爱如何轻松做运动。会先做简单的说明，告诉长者说我们什么是一些认知促进一些简单的概念。然后我们就会先带他们先活动筋骨，先暖暖身。然后我们今天主要会有2个活动，第一个活动主要是注意力方面的训练，然后第2个活动就是注意力，就是我们会透过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日常用品，然后我们待会会有个简单的伸展台，让他们上去台上走动。然后我们就会完成今天的活动。安南病院结合在地资源来服务在地，提供趣味并且实用的照护方案，有效预防失灵甲失智发生，并且提升生活品质，达到在地老化目标。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名出世只有576公克的早产儿，伫经过多处手术，对了将近5个月的加护病房，总算健康活落来。同时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而后个月就要满3岁的伊，嘛伫大家陪伴之下，提前庆祝生日，场面相当温馨。将要满3岁的张小弟，看起来甲一般同岁小朋友来讲，加较瘦，因为伊出世的时阵只有满23周，体重只有576公克，将近5个月拢伫加护病房度过。经过真侪摆的手术，渐渐恢复健康，体重也对咧增加。想到拄抱转去厝的迄段日子，爸母也感觉真无简单。因为他刚出院的时候，就是有带着氧气，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你要一直注意他，随时有可能会发生有那个脸黑掉，就是他没有吸到氧气的时候。那个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注意，我觉得那是最困难的部分。那时候就是怕他有呼吸因为他肺部本来就比较不成熟，所以就是只要他有小生病的话，就是可能又要住院这样。
早产的囡仔因为真侪器官的发育，拢也毋是真完整，所以比较互相是加真困难。基比医学中心除了提供全方位的照护服务，来协助囡仔早日出院，也教导爸母伫出院了后的照护技巧，甚至会动小儿科医师亲自到厝来访视，直接指导，互家属更较有信心。小小的早产儿呢，他的不管是呼吸系统还是说眼睛啊，其他一些喝奶都不如足月儿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们要从他出生一开始就先规划好，我要让他学什么，他现在的成长状况，爸爸妈妈需要来学什么，未来回家之后才能好好的带他。那这个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的全方位呢，是从 ICU 到从加护病房到病医室到回家之后都没有中断，就是一直持续有人在陪伴他、关心他整个家庭这样子。居家访视很多医院都有，但是有小儿专责护理师来居家访视，我们是首创也是唯一。对，因为一般来讲，其他医院都是由成人的居家访视去取代这个步骤。那因为孩子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从他出生就接触了，包含说整个家属也是出生就接触了，所以我们是希望有熟悉的人去居家访视，对爸爸妈妈也比较安心，对孩子来说他们也很放心。10月20号到满3岁的中小弟，伫家属甲医护人员的陪伴，提前测定2个过生日。在妈妈的祝福之下，希望伊会当健康快乐的大汉。咱新闻台小林根采访报道。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尤其传统农村的老化现象上界明显。但市政府为了改善农村老化危机，佮积极推动新农村政策，到达已经有73个社区顺利通过农村再生计划，其中后壁苏湾社区。经以合作社概念推动社区医疗车等等福利，强调的是，让少年人看到希望，愿意留伫农村尽一份心力。采用啊嘞，伫内底啊。你这鱼仔一只哦。唔免鱼啊咧。哦，老人你唔知啊，唔免鱼啊。老人无鱼。哎呀，8月3会起呢。啥？哪边去都会看呢？我，一日要看目睭啦。我看感冒。钢筋王。感冒吼，感冒，你有看感冒声？感冒3礼拜啊，嘛看骨也大啦。人阮里长吼拄好，做了真好啦，袂歹啦。伊办安尼吼，这台车互咱服务吼，阮真方便啦。无人少年仔拢去外口做工课啦吼。即马剩这老伙仔吼，人若白，着甲因讲一下，人因着来。阮爸爸迄阵人咧艰苦嘛，因为我较幸运，我家己做头家，所以讲我较有时间会当再去长庚、太保遐互因看，但一去就半工啊。我咧想讲，阮种下老人，我少年的，拢出国咧趁钱，因要看要安怎？所以讲我迄阵就咧想讲，社区搁迄阵搁无公车，想讲无咱来推个服务车来带因载。廖一亮的梦就从民国100年当选里长后实现，服务车一上路大受里民认同。起初都是由里长自掏腰包，但是要让福利永续推展，光靠里长捐款真的有限。在市政府辅导下，社区转型成合作社，以在地产业出发。我们先从农民的收入下去做改变，我们保证收入，保证收成量8成，那又有提高市价4到5成的收购价。这样子变相的农民就会愿意来转型种好的米，而且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这是他们自己熟悉的产业，他们比较不会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太跳动，或者是无法跨越那种感觉。
合作社寻找愿意转型无毒栽种的农民，采取统一管理，再以保价收购签约，保障农民收入，而卖米后的结余就回馈社区。那我们的无毒又是收成前的1个月甚至2周前，我们会检验至少2次以上，而且是带壳下去做检验，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说我们的米就是完全没有残留，我们检验都是零检出，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低于安全标准。那这个结余的部分，我们是以20%回馈给社区做公益福利层面，像我们的供餐然后接驳车，以及儿童的照顾，以及一个社区的美化，或者一些社区的公益运作，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急难救助金的部分。合作社以利益共享概念，不只照顾农民，也提供长者动能机会，也给了年轻人看见希望。在这边工作不孤单的，因为就像我们在一开始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里长都会从后面支援啊，那几个学生啊，然后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大家的那个凝聚力都还蛮好的，所以越做你就会觉得，每年反而都会觉得有一个延续性下去这样子。在第7年，陈立栋退伍后在家准备考试，闲暇之余就参与劳动部培力计划，进而接触到社区。每天像社区一定会做农事嘛，然后还有一些社区的工作啊，食品研发，然后爆米香。那每天都看我 po 不一样的东西，他们都觉得说我的工作为什么那么多样化？看得很感动，因为做对的事、做感动的事，有很多人会一起来贡献社区。尤其少年家啊，因为一个庄稼所在无资源，也袂用趁钱的所在，是安怎会阁兴入来？所以我足感谢阮总干事黄亚胜，伊用伊的思维，用伊少年家的思维，要怎会当有少年家留伫遮。台南市共有289个农村社区，高龄化、少子化使得农村生命力越减衰弱。民国99年，中央颁布《农村再生条例》，隔年台南市随即展开。截至106年，已有73个社区通过农村再生计划审核，争取补助经费超过13亿。主要的，它是要从这个整个社区环境的改善。增加这一个公共的设施或者呢要来发展这个产业让农民能够在这边居住生活。因为高龄化以后，那个农村几乎没有年轻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事实上就是政府想办法就运用农村再生经费10年1500亿的一个经费来做建设。希望把这一个产业活化起来，让新农人回来，让他居住在农村这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随着时代改变，面对高龄老化问题，农村再生在世代交替合作下，为社区带来一场精彩故事。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多云底渐晴雨，也就是微雨，温度29度到33度，然后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